而家我哋有請黃州娟娟校監。我知道係非常非常嘅辛苦，但係呢，我覺得好開心，而且拍呢個戲嘅過程呢，得到好多人嘅支持同埋鼓勵。咁啊，希望你哋大家會睇咗覺得滿意。雖然我唔係福建人，咁但係我絕對喺呢一個拍攝嘅過程中感受到真心，即係福建商會、福建中學辦學100週年真係唔簡單，呢個係好緊要嘅。我希望福建中學繼續為我哋香港喺教育上邊發光發亮，好嗎？我想多謝校監同埋依個校長對我嘅信任同埋大力嘅支持啦。喺呢個戲裏邊仲有吳校長啦咁樣。多謝我嘅男主角師弟陳家忠先生，非常非常非常之好啊！我想再次多謝商會，祝商會辦學100週年生日快樂！多謝。好，多謝晒啦，神。八完福中，希望福建中學再接再厲。呢幾年呢，我都希望福中3間學校越嚟越好。福建中學生日快樂！祝福建中學100週年生日快樂！希望福建中學越辦越好。都想同福建中學講一聲8週年生日快樂！福中時光印記好好睇。